另外，再來看台南東山的龍眼，嘛是同款受到極端氣候的影響，所以今年這收成是無到三成。另外，品質嘛無介偌好，所以農民是希望講政府會當來砍災補助。要那滿豆的文旦甲白柚呢，嘛是同款，因為去年的風颱發了無介理想，所以農業部目前已經公告會當現金救助。東山龍眼這陣當咧採收期，行入山區果園，煞無生甲真旺的景象。主要今年受到極端氣候影響，頭起先是長期暴雨，加上迄陣寒冷，天氣無夠冷，落尾花期期間天氣閣無穩定，部分農民估算收成無三成，除了產量無理想，栽種的嘛比往年提早1個月9分。農民講開花期間唔有害蟲大量生炭，這陣高雨有肯定的食物，會甲果樹甜絢絢，較歹光合作用，地數無好收成。唔捌講無生呢，連續已經3、4年來攏袂衰。伊較山區內底面的，真正足慘，行較袂到，真正足慘的啊！因為都大真正無生啊，因為這也唔是講咱今仔講有生講無生。啊，事實看起來都差不多都無生啊。其實6月初中央有來看災情，不過農民認為嚴重的受災區其實攏佇因山區，安尼比起來，山頂和平地的收成就差真濟。因希望相關單位定來看山區受損的情形，另外鏡頭來看滿豆文旦。去年嘛，互風颱拍甲真正力，條基嘛無真好。為着要協助農民，農業部日前已經正式公告，甲台南的種柚仔的園擴入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地區。啊，進第2階段。就是咱的紅柚、白柚、佮西施柚，因為伊的開花栽筍嘛，攏來到2、3成以上啊，所以這個第2階段就是咧補助紅柚、白柚佮西施柚。但因為沒有達到20%的情況哈，所以沒有報請農業部哈。假如農民有發現新的災情哦，那我們也請農民盡速向公所來做速報。農局表示，若符合資格農民，月底之前會當去在地公所申請。對龍眼到文旦，攏是台南大項的農作物，有補助對農民來講會當減少損失。因希望政府加減補一寡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